看，你看，重阳节快到了，重阳节快到。哦，留作种子的哦，像这么粗了。你看哦，没有干掉，大概20公分呢。这白秋葵这么长，可以长这么长。哦，你看尾巴啦，尾巴压不弯来，尾端压不弯了哈，就是纤维很粗了，不要再煮做菜了，不适合再做菜了啊，要留作种子了。这个植物够强壮，留了呢做种的哈，它生命力才会强大。哦，重阳节都快到了，你看，长那么多哈，真好。用那个台糖有机会了，一包140块，不容易伤根的，可以长得好。你看，快重阳节了，还有开花。重阳节快到了，你看还有开花，白里透黄，很美。这是秋葵，白秋葵，另外还有黄秋葵。黄秋葵大概长得这个比这个高一点点，长一点点就要采收了，不然纤维就很粗了。这个叫白秋葵，你看，只要这个尾端还压得弯哦，尾端还压得弯，你看尾端压得弯，还可以煮做菜呢。哦，你看留作种子，那个植株要够强壮啊。然后那个，你看像干了以后，你看干了以后种子还很大，饱满的，这个很适合留作种子。这个就是你看要灌溉啊，水沟有水啊，要灌溉土有水分有够它还会再开花，还会再成长。虽然重阳节快到了，只要有灌溉还会继续成长。秋葵跟洛神花不怕潮湿，你看也不怕潮。秋葵跟洛神花。